各位好，人工智能已經深入我哋生活嘅每一個角落，但係一個 AI 系統點樣先算係負責任？今日同大家講下負責任人工智能嘅8大原則。第一就係合法合規，人工智能系統必須喺法律框架之內運作，呢個包括涵蓋數據私隱、歧視、知識產權同人權嘅區域及國際法規。合法合規意味住要喺 AI 嘅整個生命週期入邊簽入各種保障措施。機構應該定期進行審計，確保合作夥伴達到相同嘅法律標準，並且配合歐盟人工智能法案同通用數據保護條例，即係 GDPR 等框架。舉個例。一個人工智能系統只喺用戶同意之下處理個人資料，並按照 GDPR 嘅要求將資料匿名化。第二，公平同埋包容，公平嘅 AI 尊重多元，避免歧視，並且促進平等機會。要達到呢個標準呢，開發團隊本身應該多元化，數據集要有代表性，並且喺每一個階段呢都要測試同緩解偏見。舉個例啦。一個貸款審批系統經過校準，考慮到冇傳統信貸記錄嘅申請人，令自由工作者同零工經濟嘅人士都能夠公平咁獲得金融服務。第三，技術穩健同安全。穩健性，確保 AI 系統喺各種條件之下可靠運作，包括異常或者意想不到嘅輸入。安全性就係保護系統免受攻擊同故障，開發者應該採用失效安全機制進行對抗性測試，並且遵循風險管理嘅最佳實踐。舉個例，一架自動駕駛汽車配備後備系統，一旦主系統失效，後備系統即刻接管。第四，透明度，令到用戶同持份者可以理解系統點樣運作，以及佢作出決策嘅依據，從而建立信任，促進問責。機構應該記錄流程，解釋模型點樣運作，並且清楚傳達每個系統嘅目的同局限。舉個例，一個網上推薦引擎咧，會向用戶解釋點解某啲產品會出現喺佢眼前。第五，可問責性，即係清楚界定邊個要為 AI 系統以及其結果負責。呢個包括分配角色、維持監督以及定期評估系統。舉個例啦，一個信貸評分工具，詳細記錄評分係點樣產生嘅，並且定期審查，以確保公平同合規。第六就可以解釋，可解釋性係描述 AI 系統點樣，以及點解會得出某個特定輸出嘅能力。佢對建立信任至關重要。尤其係當決策會帶嚟重大後果嘅時候，開發者應該運用可解釋性工具進行技術審計，並且用清晰易懂嘅語言呈現決策背後嘅理據。舉個例，一個臨床輔助工具會列出邊啲數據點，促成咗佢所生成嘅診斷。第七，以人為本，人工智能應該輔助，而唔係取代人類嘅決策。系統應該以用戶為中心去設計，並且支持人類嘅自主性。呢一點喺敏感或者高風險嘅應用場景入邊尤其重要。舉個例啦，一個教育 AI 平台咧，會因應個別學生嘅需要調整內容咧，輔助老師而唔係取代老師。第八，環境可持續。負責任嘅 AI 咧，必須考慮佢嘅環境影響。呢個包括訓練同部署所用嘅能源，以及更廣泛嘅生態足跡。機構可以透過使用高效模型，採用可再生能源，以及運用 AI 去解決可持續發展嘅挑戰，嚟減少影響。舉個例，一個機器學習模型幫助識別軟件系統入邊嘅冗餘代碼，從而節省能源。以上就係負責任人工智能嘅8大原則，由合法合規到環境可持續，呢8個維度構成咗一個負責任 AI 系統嘅完整藍圖。歡迎點讚同埋 subscribe，我哋下集再見。